哦，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来大山里面看小狗，好兩個得㗎，放落嚟咧，即係跌落嚟㗎啦。这种就是大山里面的中华田园犬，它从小就和小朋友玩在一起，所以它的性格啊、胆量啊都是非常好的。小母狗，这条是小耳朵的，现在估计是6、7斤左右。这条是小黄狗，小弟弟抱这条是小公狗啊，是黄色的。另外我拿了一条这个黄狗白面，这个不要。再来这个，这条是小母狗。现在把小狗拿回家了，现在还剩下一条小王。左边这一条才是真正的纯种中华田园犬，黄狗白面，金不换。特别是这种纯种的中华田园犬，小耳朵的黄狗白面是很难遇到的啊。现在老人已经把它拿回家，准备拿来做种了啊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